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爱情伫现代社会，会让讲甲食饭同款，非常的自然平常。毋过，伫迄个拍远的农业时代，男女之间有非常严格界线。若是小看无细意，踏着禁忌的红线，都会互人讲闲话，受人批评。安尼社会，爱情袂使公开，敢若会使变巧想办法去追求。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们来讲一个不加复杂的恋爱故事，其中的善恶是非，就留互咱听众朋友家己去斟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参政婚姻爱情纪事，爱的故事。影戏有真济爱的故事，无论对一个，拢有这款故事咧流传。我有一个台湾庄下人的爱的故事。我读国民学校迄年，阿周应该是27岁，毋过有3个囡仔。迄阵的庄脚做事人拢早嫁娶。阿周的某叫做蕊啊，后头厝是离阮庄无甲3公里的青埔啊。蕊啊做新娘的时，我拄出世，阮姨仔讲有抱我去食刀，我家己是袂记得了。新娘生做啥款型的，嘛拢无印象。因迄边的婚礼，听人讲毋是介顺时。蕊啊甲阿周毋是木兰婆啊做亲情的，伫农业要机械化的时，因老爸头壳较新。会晓要抢时行，标花啊学一台铁牛啊，互阿周四个去甲人捧田。再来拢是用牛犁田，一步犁无2分地。这新机器免饲正马也新牛，毋惊热，阁免歇斗，比牛较勇，工作效率阁悬，有影是铁牛。阿周就是互青埔人水手啊请去犁田，中昼蕊啊打点心来，初见面就杀着。过来阿周便来用工，就出去要找蕊啊。蕊啊，阿周，
今仔日天困哦。嘿啊，无哪有闲来互你看？吼，谁人讲要看你，拢袂惊歹势。惊歹势就袂来啊啦！你吼，你这个大明星。水树啊，有3个查某囝，大个叶啊，旧年嫁去罗德堂，厝邻剩19岁蕊啊，甲减1岁毋妈。讲来，拢嘛够分啊！按算一年一个啊一个嫁，连续3年就款利。厝边笑讲：水树啊，兴食大饼，兴到即个形，逐当嫁查某囝拢有大饼通兴。就是安尼，阿周来找蕊啊。伊也无主动，干那偏讲爱互小妹毋妈对，才会使甲蕊啊带出门。战后差不多10年的庄脚社会，男女社交的机会真少。伫青春少年时，对异性开始有寡好嫌甲好感，了了啊，都互相的意爱啊。迄时的庄脚人对青年男女的交陪。有诶，要是真保守，嫁娶爱互人做小介，寒定了后，才肯互对方甲查某囝带去食茶、看影戏，也是游赏，也有较开化，亲像水树啊即款。我也是无反对查某囝甲人自由恋爱啦。有影哦。毋过啊，着爱较大班咧。哦。男方爱来厝邻拜访，介绍家己诶家庭身世，住伫倒位。什么人的后生？即时咧做什么工课？有带新名无？逐个问题拢问斟酌。若印象袂歹，查某囝搁肯，才互伊带出去。安尼个有通哦。亲像即款一半保守、一半开化的庄脚所在，查某囝互人带出去嘛真危险。毋是惊对方甲查某囝揽衫来，是惊讲万不一即阵姻缘无成，日后别人尻川后因话讲，某人的查某囝，迄阵互带出去几啊摆，敢抑阁规身躯好好。有诶口有口德，袂恶袂伤甲人邀疑，毋过要是会想讲，即个某人的查某囝。啊，拢甲因某美人的后生行遮侪摆啊，尾仔才会婚姻无成，敢是有啥物欠点，互对方看破骹手。若查某囝要互人带出门，会晓的拢会找小弟小妹陪啊做去，3个人做伙出门，就袂有啥歹话用话。嘛有迄厝邻无囡仔通找教的。就甲厝边隔壁照囡仔，这是好康的课。逐个囡仔拢欢喜，互人照去做请长。即阵的话讲是电灯泡。要查某囡仔嫌身躯边加缀一个卫兵，伤晦气，就抱一只猫仔，也是狗仔做伙出门。迄猫仔、狗仔的颔棍拢袂使绑锁啊。一来手抱动物，通证明伊的性别；二来嘛加添查某囡仔的要求。阿周一年2冬甲人洗田，剩的时间就用铁牛仔头斗车身，租一台铁牛仔车，甲人车番钱甲甘蔗。伫迄时来讲，工钱算介有额。恁两姊妹啊，今仔日想要去倒位佚佗啊？咱来去报道鸡啊，食肉丸好无？好啊好啊，我足久无食。好，两位小姐请上车。落啦，多谢。若工课较灵，有人芳的用时，就用铁牛仔车载蕊啊甲毋妈两姊妹去家人佚佗，也是参到野外溜溜去。打开始，嫌毋妈
伫边仔徛卫兵做监督，真侥幸。尾啊，感觉毋嘛比姐姐较好唱神，佮活跳嘛心实。三人斗阵行，一直到蕊啊嫁去阿秋因兜才煞。蕊啊甲阿秋结婚迄天，原本那日仔册讲是好日，嘛有开钱请看日仔先检查过，讲确实是无地处的日子。哪知前一暝就咧倒雨。你都毋知咧，迄天顶袂输毋知欠几年的水，雨云哪水枪帮枪掉咧，乌云深飞开尔，水就配合雷公线啊匹配叫。安尼拼一枚大道。阮姨仔讲，新娘桥袂光节，煞着用牛车载桥，人先到，嫁妆明日才补假。若无烫丝的布料到这稳淡去，连面烫、屎烫、子孙烫、新搭搭的衫烫都袂前买，先滴水加来。厝内毋捌食到，就要用起来，手里抱里，搁爱芳碗举滴。有时连大岛嘛会互水刷叮当哦。阿秋因爸母本地是传一个欢喜的心情，要迎接这个大新妇。哪知大水做几工，烦恼东烦恼西，佮新郎踢桥门，无代无志，一脚鞋仔煞飞出去，落落水里。自来毋捌发生这款代志，听讲自安呢对蕊啊煞看袂介意，阿秋嘛对咧无啥欢喜，娶某了对蕊啊的感情直直冷去。蕊啊过了番当年，就生一个后生。有人算起来讲，安尼着还袂到月咧。我看吼，一定是未结婚前就有的囡仔。真有可能。总是不足月的囡仔是强在有的。佮讲，人着结婚啊，管他当时有囡仔要呢。这个大后生减我一岁，不过我是新历9月生，便也到番当年8月进前出世的囡仔，读册拢甲我同届。后来读过后，伊甲我同班，下下搁一个减2届，另外一个搁再减3届小弟甲小妹。这是蕊啊过身了后的代志，就先免讲。迄阵我接到册单。通知讲爱入学，若无阮爸母会互人发。我有寡欢喜，嘛有寡烦恼。欢喜的是，过来免逐工爱小弟小妹；烦恼的是，逐工爱行1公里外的路去过年的学校。我想讲，阿纯应该嘛甲我同款。阿纯是阿舅的大后生，因老母嫁来坐轿哪里坐船。因阿公就甲号这个名，我都想要过厝后去找伊，线先来找我，较接拼阁爱细汉小妹。阿纯讲，阮姨仔死去啊！啥？恁姨仔死去啊？我毋才会互大人赶出来。是安怎甲你赶出来？因讲我囡仔人袂使看。是哦，阿仁，我问你，你敢知影人若死去，就爱死偌久？哈？
蕊啊过身了后，我听阮姨啊甲厝边的查某人咧回。蕊啊哪会遐凶？讲死就死，放爸放母，搁放翁放囝。大人还阁讲会得过，家己生的即三个囡仔，上细汉的查某囝才济活尔，无老母是要安怎饲会大啊？蕊啊，迄时阵是26岁，还当少年，哪会遐想袂开？煞行即条地路。若毋是艰苦甲忍耐袂牢，连通拖都要找生路，免讲是三个囡仔的老母。了后，有真侪警察来问阿周甲因爸仔母仔真侪话，阿爸甲姨仔嘛有互因问着。唉，总讲一句，蕊啊做查某囡仔是伤气话，嫁来了做人的大新妇，家己三个囡仔爱发了无大劲，阁有翁婿、大家、大官、阿姑啊、小姐啊，拢着伊款衫顿，连小姑啊、大人啊，家己的衫裤嘛偏互伊洗。毋若安尼尔，阁有猪仔前生爱款喷款食，拼定拼条，阁着去园里割菜寻草，准讲疼做三仙，有6支手骨嘛无够用。阿周啊，阁定定骂伊、念伊，有时啊嘛捌拍伊，才会愈想愈硬心，甲农药啊当做冰仔水，安尼规罐栽。水手啊，听到查某囝蕊啊自杀，真毋愿。再来，这个第二查某囝就真乖巧，嫁阿周了后，随忙艰苦，转来后头厝，嘛拢毋捌喊过，是伊家己甲人自由恋爱竞选的，要怨叹，有是怨叹家己的命底生成的。上界互人担忧的是即三个可怜的外孙，无老母的日子是要安怎度？细汉即个查某的，还阁红红幼幼，蕊啊，若毋是切心，免哪行会开骹啊！毋妈今年25岁啊，伫迄时的社会风气来讲，应该是老姑婆啊，毋是无人要甲做亲情，伊就是拢袂介意，一年一年一直延前，到即当时，还伫过年的百货店做店员。伊甲阿爸讲，要去替阿姐顾伊三个囡仔，水手翁仔某拢无赞成。三个囡仔是对阿周生。毋是咱的生，未来会安怎？咱干那会当关心尔，嘛无法度注意啊。就是安尼，我无去照顾因，免哪会过心。代志毋知安怎母，阿周煞来甲丈人爸甲丈人母会失咧。因过我无好咧啊，疼惜蕊啊，只是知影家己毋对，就要买负啊。希望这三个囡仔受到较好的栽培。阿周要来讨毋妈去代姐做母。阿周甲妹仔的婚礼。无阁放帖仔请人去，毋过即摆的青草我食有着，迄是阿纯专工底一碗青米饭，加甲红肉醃规碗尖尖。阿纯，你即个新的姨仔敢好？好啊。恁拢叫伊啥？阮也同款叫伊阿姨呢。自来，阿姨甲因遮的囡仔都真熟。
因阿爸有时去家人会互因对。有一摆，伊有听到百货店另外2个店员咧回讲，这2个姨仔姊夫感情哪会遮好？嘿啊，3天2天就来找妈。阿姨嘛拢会带因去市仔内食点心、买七道米啊，自来都真惜因。伫因的感觉内底，阿姨甲阿姨差不多。阿爸介相对阿姨比对阿姨较有笑面呢。就是安尼，新阿姨甲旧阿姨实在是同款的。妈过来一段时间，家己就阁生一个查某囝，嘛有人斟酌算过。妈哦，这个又阁是无够月生。哎哟，人都结婚做阿某啊，管太当时有囡仔会免呢。妈有家己的查某囝了后，对阿纯因3个情人囡仔同款疼惜，并无后母面去开因，总是家己阿姐的囡仔要是介亲。阿舅对妈无像对女儿安尼要骂要拍，日子过了加较顺时。伫涂骹毋知要困到当时的女儿，若知影安尼，应该也会感觉淡薄仔安慰。总是，这应该嘛是一个复杂的爱的故事。今仔日的广播剧《爱的故事》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月华台语校正，上扬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吕亚、陈武汉演出，妈伊友佳演出，阿周关凯音演出，伊啊林秀德演出，阿纯朱国立演出，阿仁苏信富演出，水手啊张志宏演出。厝边蔡依珊、周嘉文、张明虎演出，查某人林秀德、蔡依珊、周嘉文演出，店员蔡瑞依、陈英晶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满地。放花来尾声。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社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鼓吹台语社读册会4位代表林依婷、陈丽英、陈丽文，还佫有郭仲坤。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班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家好，我是林依婷。阮伫迄个高雄第一社大的鼓吹台语社这几部册吼，阮10几个人有真认真甲读煞。伫
特别伫读这篇爱的故事的时吼，阮讨论上久，意见足侪啊。量基约是安尼啦吼，我要得到一个共识，就是讲，阮感觉这个女主角吼，应该是过身的迄个，自头到尾无讲到半句话，待伫涂骹迄个。即种怨叹甲艰苦吼，无地头，啊，人心怨切，行地路。那读册伴拢足毋甘，即个在农药啊过身，伫故事内底无话无句的女主角蕊啊。啊，作者明明生咧，又阁无破败伊在生诶时阵讲到半句话，啊，死人阁袂替伊家己讲话，死了无人替伊讲，所以阮遮诶读册伴读了拢感觉真毋甘啦吼，替伊足毋甘诶，啊嘛伫想讲，即个无话无句诶女主角，伊诶心情到底是啥货？是一时想袂开啊？是安尼，雄雄怎甲决定一时揭开农药甲栽落？剧情安尼安排吼，颠倒，互阮读了规定人搁转去翻头找即个线索。阮认为讲，这是即出复杂的爱的故事上界蹊跷啊，逐个伫遐思议甲讨论的所在。以上。我是高雄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陈丽英。要读这篇故事确实阮真正讨论足久的，因为我感觉讲这篇文章伊是咧写一个对爱情足贪心的查甫人，伊无法度对因某尽着伊做翁的责任，保护因某，伊阁甲因迄个姨仔，就是因某的小妹。伫遐爱卖，为还未娶因即个某的时阵，伊其实甲因迄个姨仔有迄个爱卖，就看会出来。啊，其实因某心肝拢知咧，我感觉伊拢知影，所以到尾啊，才真正像以前讲的，伊就药甲灌落，就甲啉落，农药就甲啉落啊，行迄个绝路，我看着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即个爱的故事实在。老师明年老师甲伊号了伤水啊！这个名号了伤水啊！好，这是我的感想。努力。先呢，大家好，我是迄个郭建坤。伫这篇爱故事内底，互我的感想就是讲，伫迄个农业社会，咱透早就出门做到暗来休困嘛，无啥甲人咧来去。说摆男女的时阵就对啊，无迄个机会通好熟悉嘛，无机会通好谈恋爱嘛，迄个年代拢是人来牵线的啦，啊，爸母稳准的时阵就对啊，才有法度来完成一件亲事啊，但是伫这篇内底，我的感觉就是讲，这个小妹啊，那亲像早就甲即个姊夫有暧昧伫下啊，弟叔甲因姊啊知啊点毋出声，所以咧尾啊切心的时阵放幼囝来离开啊，若看到阿姊的时阵安尼来过身去，心内有是要来赎罪迄个意思啦，正拄好，这在我的人生过程中的时阵，我细汉。拄啊伫凤山遮，拄有一个共款的故事啦，伫我厝边啊，真正足相像的啦。就是讲小妹的时阵，太子来做母，即个代志，在我看来是安怎呢？总共一句就是啥？查甫人笑啦，较会讲做太子来做母安尼啦。这是我这篇内底的感想安尼，以上。真诶大家好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诶社员我是李文即摆要讲诶这篇爱诶故事其实我看了我是感觉讲先咧一开始伫咧有铺排讲女主角因为可能是伫咧卖嫁诶时阵伤快活即摆嫁互因翁了嫁互这个阿周，所以入面迄规口罩
拢人啊，所以就爱款大家、款红菜，搁爱款迄什物小菇食，所以因为伤忝啊，伊才会去栽规罐的农药。啊，毋过其实看到尾啊，你会知影讲，伊的小妹嘛有问题，伊的翁嘛有问题，所以讲来毋是伊伤好命，是因为伊可能用心啊。较早的查某人，因为咱知影讲无经济能力，伊有若阁有生3个囡仔嘛，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咱无一个社会社交的支持的时阵，你会当做啥？迄个坎跳袂过的时阵，你就只好用死来解决。所以即个故事其实讲到尾就是算一个悲剧啦。读到尾咱会感觉讲介毋甘啦。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讲假使咱的即个女主角伊有无共的选择的时阵，是毋是伊就免来行即条绝路？当然已经就是咱的故事的铺排是伊就自杀嘛。自杀了，拄好去成全着小妹甲面翁。所以若以我伫看，我会感觉讲，死了真毋值。以上。好，咱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落来，咱来听作者闵人生的回应。第2节我头讲叫一个台语专家来讲啦，录音的时啦，因为大家拢想讲台语足好啊。这篇是高正念的啦，迄个高考面试是叶国光念的啦，迄种台语足赞的啦。迄个落水反正清水就是方贵念的啦。迄个咱写到网志也是林淑琪念的啦。过来是再回过来嘛是刘胜贤念的啦，拢是高人啦。来你来念我买啊咧，通比较啦，有专业训练甲无专业，迄阵文琴嘛反对咧，除非是头家讲你要叫人念。我若无安尼，若无得比较，讲到底开口是安怎啦？因为台语拢真对无毋对，但是咧开口啦，超工的啦。我超工我坚持讲互因来念啦。好，感谢闵人生。接落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人生的问题。这实在真可怜啦我在想讲，伫迄个时代，若讲毋信是命底生正，一个查某人伊若无要吞忍落去，做一个3个囡仔的老母，一个才26岁的查某人，若无后头通好靠，搁无通好透，敢还搁有目步，敢就真正当剩栽农药啊尔。这我想无迄个年代是安怎会安尼？我已经讲过啊，这就是答案啊。人心嘛，人心，切心，主要是观看嘛，是人心嘛。咁么完了本事啊。搁加上较早的查某人无迄个社交社会支持，无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经济，我开始实在是因为伊去我种房产，打担心来。杀掉诶，你杀掉。过来，你来啊，这唔啊，是安怎？伊是去跟你包个公司在路，才有机会。你真假是无机会。对，你注意这种灯牌拢有意义对啊。讲不发生关系啦，去都市去包会店，车才有能丢数嘛。对，这种好牌啦。我是看这篇故事了，真正想做想要骂这个查甫人。我阁想讲老师爱情的故事足水啊，爱情足水啊。但是你内底内容就甲这爱情的故事就是阁无共啊。所以老师，我想讲，你迄阵时哪会要改好做爱情的故事？你哪有共好一个贪心的查甫人？你敢有其他的意思？所以你改好做爱情的故事？爱的故事，爱的故事。爱是无做的啦，有做的是人的规范啦。人的什么？人的规范，人的按说规范。为着你个家庭的事，为男女的特殊。爱是无做的啦，爱是正面的啦。包括查某些性行为，迄嘛是
人的观念啦。你看，动物都无，动物看欢喜就好啦。人就安怎？对啦。人就安怎？迄个我毋是讲答案啦，我是咧讲你考虑我买啊。性爱敢有啥毋对？你会当你牵涉啥物人，要牵啥物人，我无意见啦。你若徛伫较悬的位的话，阮基督教讲疼。像爱是讲，阮拢是讲疼，无讲爱。因为上大的爱就是老母要生囝上疼。老母对囡仔爱是无限的，所以阮基督教无讲爱，讲疼。疼就是上悬的，敢若爱是。伊绝对无负面啦，你若讲道德啦，什么嗰方物件，当然会当成社会特殊，我拢同意啦。其实就咁样讲，安尼你只要行，唔嘛行，先嘛，犯了什么错？一个咱吼要法律规范嘛，咱嘛在反正讲婚姻关系，即摆就足自由啊，嘛会当同婚。嘛，随时咱离婚，这是时代啦。你用这解决一个问题啊。咱若用固定的传统观念要谴责这个吼，我嘛尊重啦。作者徛伫搁较快的，眼光咧看这代志。好，安尼回答。好来先咧吼，我困啊，大家已经讲遮济啊，我就跳开这个范围啊，针对内底的意思，我做一个提问啦。迄个请教先呢，咱道济是偌久？过来当中有一个话语，讲做每年这个话尾遮是为倒位出来？这个语气是为倒来？是地方的腔口，或者是对一搭这个口音安尼？以上简单。每年这全台湾的代志啦，恁只要无讲个人是对真好啦。这代志每年，你讲为什么叫未来话啊啦？这讲这每年，这本来就是代志啊。全台湾的啊，你无听过，无代表毋是啊。你的时间无听过啊。我若有特殊去参考，我会注明啦。问这每年，这是足普通的代志啊。才有水气啊，这意思才有水啊。过来哦，你拢无讲到一点啦。我咧腐败因诶，作者是一个囡仔嘛，因同时来讲诶嘛，更才嘛是因是爸母咧讲诶嘛，这个主角是一个囡仔人嘛，你讲因开始咧讲结婚花价钱落偌好，记咧拼来，迄段够精彩啦。新妇来较叫问有无？迄就专门咧有无？都只管搞这后壁再比作再走出来啦。比差不开始啊。沙滩有无？加来沙滩嘛，到水台，底水加来有无？底水加来。即摆迄个无咧讲沙，咱毋知啥物叫沙滩，因为我读计会啦，毋知讲啥物叫沙滩。较早查某人叫做大沙滩，就是面烫、西烫、姜顺烫。嘿啦，姜顺烫是谁做？要生囝诶，要捡囡仔诶。捡囡仔，捡囡仔用。迄个应该是加较大吧？像咧早期诶啥，骹烫。你家己搭洗身躯诶迄种诶，迄特别做诶啦，迄特别较早迄个家父就特别做诶啦。内面有啥物？这我是袂记啊。就是有姜蒜汤特别，这算要用诶啦。过来就是洗烫啦，这毋是啊你，寒你要外口放洗，当然面烫身体出着诶，叫做沙烫。洗烫姜蒜烫。较早叫做弄沙烫啦。调过来下去。调过来下去啦。面烫、西烫、姜顺烫。好，现在遮我想要请教这个爱的故事内底，遮有讲到，因为较早咱知影，你要自由恋爱，那伫迄个年代吼，较无受迄个大家稳准嘛吼。啊，毋过这个故事，因若想是家己意爱吼，要出去着个爱你看爱互狗仔抱猫啊，逐个个招小弟小妹，安尼敢真正人特别误会？真正是安尼，就是安尼，毋则毋茫拢对伊出去。
配甲本煮个，这个故事就煮伫遮。所以所摆咱研究来讲，教师若是像即个故事买手变悲剧啦吼，小妹同我去爱着即个姊夫嘛吼。若安尼即个策略其实是足恐怖的，你有可能为你未来的婚姻吼，就是带一个咱讲炸弹也好啦，还是讲有可能的迄个婚姻会出问题啊。这变做因为有可能迄个意爱。即个情绪吼，当时会勃起来，毋知啊吼。搁内底吼，我则想要请教，就是讲，咱拢会讲白饭啊，哪有？我看你伫写讲第一碗青米饭，所以阮即摆讲白饭是对啊，毋对？毋对啦，白饭是咧派咖啡饭。白饭那是华语啦，无人讲白饭诶啦。咱台语拢讲青米饭。你著干那米啦，叫青米啦。嘿，著米干那米尔啦，阮较早拢含尖足济啦。吼，较早米是煮啦，含尖较济啦。所以叫做青米饭，就是讲过节只有咱食干那米啦。所以迄个。你若要这人家叫千家米啦，毋是乌家米啦。千家米，买加糖，买加迄个叫千家米啦，毋是乌家米。乌家米是家米的品种啦。安尼夭寿呢？咱拢讲白饭呢，白饭是迄个咱华语讲饺尾饭嘛。毋是啦，咱台语食饭啊，食饭就好啊。咱若青米，迄饭无说无掺物件，无掺番茄，叫青米饭啊。食你就食饼干，变个青饼啊。青饼，咁像咧，青就是乌面啦。是。像这英语的black coffee，black 嘛是顺的，你做啦，毋是讲乌尔啦。就将讲青米饭就较好康啦，食青米饼做好康啦。乌饭嘛乌饭，但是迄尾才有乌饭啊。做米饭。我无咧讲白饭，我讲讲。所以你伫咧其实内底，你有写着三个人斗阵行，甚至着咧暗示，伊三个人其实是三个做伙咧看。无啦，上少有即个机会互因有关系，按怎来家己算嘛？上少有即个机会互因做伙嘛？即个故事其实是咧讲三角关系。有人讲看着恐怖，讲即个鱼仔真恐怖，讲这查甫人真恐怖安尼。所以讲，即个子啊，尾啊是家己凝视啊，迄个凝是因为迄个翁嘛是挑故意要放互伊，是不是有即个意思？看起来即个意思咧，讲即个翁可能甲伊着相嘛，因为结婚了，感觉讲拄我讲诶，啥物太迄个强，参加会晓飞出去安怎？感觉即个查某可能会无好就对啊。所以迄天开始了，伊就想要传承嘛，是不是啊？你著问讲因囝阿俊了无？阿俊就是也会坐，这叫咱坐就叫阿俊啦。阿俊咧讲，你若伊甲伊也无啥物交配加倍啦。对啊。对，嘿，内底有即个铺排。对。这毋是咧讲啥物迄个啦，因这就是男女的情欲嘛，情欲嘛。其实因足早就开始啊，甲伊带因即个姨仔去做伴的时阵，就开始咧。就开始，伊就讲伊看到因姨仔拢较笑面。好对啊，你看。都可是无做过啊！咱要结婚，你问这咩年？咩年？对。咱要结婚，你问这咩年？对啊。这是强调。咱无做过。这是强调两遍的哦。可是无做过啊！你若照对无？可是无做过啊！你细汉去用照过讲去做迄个请站无？你敢有这个经验？你本身？才有一个。你才有啊？老师你敢有？做请站？你较早做卫兵，我是无机会，我都无较大人啊，我大囝哪有机会？无人甲你招去厝边隔壁。若有招去，迄种有好康诶。有好康诶。我就来乌西啊，离开园里再怎？我拢无机会，想好诶，无机会。迄是民间咧讲诶啦，真难听。迄起码在咧讲啦，较早无安尼啦，较早是想创造迄种汉人的文化啦。迄个时代无啦，这个我读都无啊。好，感谢民先生呢，甲咱今仔日咧讲出来去写读册会、读册盘带来精彩交流。上尾赶快邀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湾系教授陈茂真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爱的故事是一篇真复杂的感情的故事，实际上我在读的时阵会感觉
才敢有爱。这个爱是啥物人的爱？因为咱若是读了的时阵，会看到几个女性的形影。第一是这个主角，其实是瑞亚阿姐，伊的小妹毋妈，是妹妹。但是这两个拢甲男主角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会使讲是一个三角的爱情啊。但是伫内底透过这个三角的爱情，咱看到早期的男女要交配的，要出外相找的时阵呢，因拢爱有一寡仪式，较袂互人讲话。伫50、60年代的时阵，迄个时阵的台湾人购入的，其实就是人的言仔话，所以为着要避免即种言仔话，因拢爱有一寡流程。比如讲呢，若是要出去甲人约会的时阵，就爱带小弟小妹来陪即个阿姐去，就是青仔粽有一个长火铺仔伫中，叶伫中气烧，无咧，因就爱，若是伫即个单兵人的描写内底咧，就是查某囡仔因就爱抱一只猫啊，也是狗啊，做伙出门，而且迄个猫啊甲狗的颔棍拢袂使白色啊，安尼才会当证明因的清白，佮有嘛会使来表现这个查某囡仔的妖娇，所以透过这个早期的社会的这种的方式，来互这个女性伊是一个清白。虽然甲查甫囡仔出去，但是袂影响到伊的名声。伫内底头前有安尼的描写。到后边的时阵呢，咱就看到这个女啊，伊尾啊嫁互这个翁婿，但是伊嫁过以后的描写，就是咱看到的一个真传统的，其实会使讲是早期迷信造成的悲剧。因为伫瑞亚甲阿川结婚迄天落大雨，伫遮即个作者描写到迄个雨落到足大，所以含即个新娘轿拢扛袂过，爱用牛车来载。搁有咧，因着拄着几若个事件，比如讲即个新郎踢新娘轿的门的时阵呢，无代无志，伊的一骹下煞飞出去，落落水里。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互遐个迷信呢，早期的搞欠算的台湾人会认为讲，这个女啊，这个新妇无啥特动就是嫁来就发生遐尼侪代志，雨落袂停，佮囝婿下飞出去，所以就无介意这个女啊，甚至这个阿周呢，这个男性伊嘛无欢喜，对女啊的感情一直冷淡去。所以伫遮嘛，互咱去思考，虽然伊是一个自由恋爱，伊是一个自由恋爱的结果，但这个自由恋爱甲传统的这种搞欠算的迷信结合的时阵，敢有真正有幸福？女仔的幸福伫倒位咧？这个是值得咱个思考的所在。暖暖专门去，咱的故事探万地。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去。今仔日芳的故事内面有讲到食到、捧残、杀掉这几句台语词。所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前广册学会理事长萧荣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讲到食到，我就想到真济。咱台湾话讲食糖、食铁、食到阿鲁米，这个食到，毋是要食这个刀啊。这个刀是一个褒义，毋是一个修辞。意思是这个刀是办刀的刀，就是喜酒。捧残，我第一个听到是伫白河边仔的建厝，是教安厝。伊一个后生到尾就去买一只铁牛啊，铁牛啊。或做经文机啊，所以若是咱台湾人咧讲，若是用经文机铁牛啊咧犁田，
这叫做芳蚕。这个芳真有意思，这个芳伊铁牛啊，我捌去建筑去甲看，伊使落蚕蛹比用牛犁蚕搁较紧，搁较好用。这个衫着华语来讲，棉裳青豆，咱台湾嘛会使讲衫心。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贤、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草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咱小啊甲蒙氏的婚姻，欢迎准时收听。甘的